朋友继续转到呢出名台会嘅讨论现场。因呢出名台会当讲咧到花莲燃油利钱，了解发动中国嘅体育台客家钱哦，啊卡了片唔但像系客家人最多，客家文化特色最多，了片总界面嘅面积，喊卡系全国大挑战嘅，除了之外呢，佢嘅品质就非常好哦。参加过当到日本国际嘅比赛都拿到咧优等奖哦，甚至当好，所以了片有最辛苦、最上万嘅农民种出最好嘅品质，所以牛力米了解。尽管所界票挑认真也确实退行，希望你好好做出一定嘅牛力米制度哦。不过你下问题咧系引起大家咧下地方居民都非常关心嘅。你下当当都该发展嘅牛力米之外，一定牛力真嘅东风利改片哦，你下退行嘅休闲农业还有有机农业也有10多年嘅历史。不过係咪近几年咧有嘅大家都关心嘅共同议题，系推田嘅高压田塔，为到牛力真改片来到封变向冲变向改片，为维持当多嘅高压田塔，了对呢当多都该发展嘅农业係咪会有影响？呢先为乡亲朋友咧请问呢东风利嘅利总，你让呢乡亲朋友讲下，你睇啲嘅情况係用咩先？好，大家好吼，你啊吼，推田了田塔吼，佢会做了时间吼，差不多就5年人或6年的时间的吼。啊，佢当初做了条田塔吼，几项牛力阴地，几项用破过牛力，一大家佢都看得图吼。牛力伫遐，吼牛力伫遐片吼，啊几下佢伫牛力该底下安尼，牛力各种挑战吼，啊欠过牛力语言吼，啊欠过咧。安尼掠小古兰世界台行的吼，啊个都安尼东风力过来吼，啊全部吼大掠片就18支的台田塔吼，啊你田塔下来吼，啊你牛力是冻降的一只素材吼，你啊田塔下来之后吼，啊你可能安尼牛力天动啊吼，都几下会天线的吼，啊你牛力还有嘛个降的素材都很多咧吼，吼啊东风力吼掠几年吼啊，共所啦、农会啊、吼哈、年政府吼，拢当特殊，迄发展了休闲农业吼，然后有机农业吼，嘛做有17年的啦吼。啊，但是你推田做了这种东西吼，你全部冇让东风里的利民，让用你利民讲吼。你都有冇看过从推田改片冇看过嘛个沟通会、地方说明会了掉吗？冇。完全冇100度吗？完全冇100冇，都是被动的，去陪同的。通讲地方民众系保每即个是做些时节上发现有一个田塔维持都改变安样啊。错，哦，所以你就对了田塔要动手里吼。你说咧谈下，其实你才了之前也有访问了个推田方面嘅吼，佢到底对了个田塔嘅计划系嘛个先，你下有改变那个路线么？佢个最新嘅前途啦发展系嘛个？你先咧谈那个推田方面嘅讲法。这条线路哈叫做玉里丰滨线哈，是从玉里这一端哈就做到丰滨这一端哈。那目前这条线路哈就大概已经完成了80%到85%了哈。好，那只有玉里端哈跟丰滨端这边哈是还没有施作啊。那主要原因就是说我们是玉里端这边哈，就民众有反对的一个声音哈。好，那这个部分哈。就是说，我们就是有持续在跟地方来做沟通了。目前我们这条线路的情形也是这样哦，好，要从玉里这一端引接到丰滨这一端。丰滨现在它有这个电力的一个需求，啊，像我们也知道啊，去年行政院有通过那个东部建设发展条例哈，啊，在未来的10年内哈，就会投入大笔的经费啊来做这种建设，啊，那因为在东部的那个东海岸的那个沿线啊，这个区域啊，它的电力并不是那么的一个充足啊，也不稳定啊。像我们也知道，就丰滨乡哦，它也极力在争取要新建这个山海剧场，啊，那你如果没有一个稳定充足的一个电力啊，那我想这个你要政府投下这个建设啊，大概是恐怕就不是那么乐观了啊。首先要声明的就是说啊。输电线路它是有那个电磁场这个效应有这个问题，但是它没有这个辐射的问题所以这不像那个去年的那个日本311的福岛事件那样有这个污染的疑虑输电线路是没有这个要请大家放心那至于那个电磁场这个强度它会随着这个距离的增加它会很快的就降低了甚至恢复到那个背景值。那我们也了解到，就是说东风里这个地区目前是在努力的发展这个有机的农业那
那先前的线路的经过地刚好是从这个里的中间地带这样穿越过去那对整个里的发展是有是比较有影响那我们这边也了解到这一点那我们也有做一个适度的一个修改啦就是把线路往南来迁移那就是说要修改到怎么样一个程度那我们就希望就是说双方能够大家好好坐下来好好的来沟通一下就是希望把这个对这个环境的这个冲击降到最低。推田方面已经讲到了解路线，因为靠两道了解休闲农业起，还有因带动到个撒起，所以这个路线未修过啦，未就相撇啦。你看下你做个统计了分析了，你啊推田了早变电配输电个计划佮路线我又改变了本单去规划3条个路线经过啦本单系为着冲跳下立总公台，都有利真开片。竹海那边一直是有打过嘞，较停一条了因为又动到个机密的反应然后农业动好不容易。莫简单讲又了按好个心机，总得破坏所以佢行到台语三明里了片类，韩国跟韩国东凤梨，韩国了下水性个强调下推田方面个推标系公道个，佢了下呢要把它做成电缆地下化，能够把对环境的冲击降到最低啦韩国多了解那个翁色个题材，就是我们讲到东风的这个休闲农业区，这整个区块呢，为了避免影响到它的生态跟农业的土地价值，全部改成地下化。你了下敲门立中推田方面系安样讲佢当路线维修过路线修过是取这个最大公约数，不会影响到大部分人的权益。从安样个讲法，安样个路线修过，对地方民众来讲，做得接受的吗？当然东风里无法度接受啦你敢同意讲去推田的个田线行动也不开体内大厦？你嘛无同意嘛？你嘛无同意推田的田线离也不开土地的天堂嘛？要强用意思嘛？人讲你东风里的土地按照时态世世代代那种大变该个土地环境都变得冻当然因的那个土地的价单嘛越来越好，但是你推田落本身一甲地做得卖到700万、800万的土地，你推田下来出去含白机的那个价值就会一定是对半。一定是整个一半砍掉是吗？对。好，来感谢李总甲分享你啊，开放时间本个向前通讲你民众对了个事情也就动到个议论，提出来利用了个机会，开放本向前朋友来敲手了个先生。从了天塔叫卖叫做卖到土地，叫做到县政府信强所谓的杂项建造叫做现鱼咧，各家县到农民来卖。农民又会因到唔地，叫做做乜个？叫做卖不起铁啦。长地公的做了只田塔。了信强了只杂项建造是花莲县政府要核准。所以讲了底下体凤就强烈的反应啦。推荐李总美就讲了不但是你东风有机米，韩国就底下有机的柚子。弄进下了这个非常有。这个用心的农民，你要走了这专区，但你台电专门的漠视了这个民意，而且把这边的好山好水破坏。当然啦，你根本要改变你的路线，推荐你要标示出来。你要标示，你要改变，你要到台语到上面，因为到地方政府来沟通啊。你专门讲你下东风里。总得你要买个替代方式，你得让因的民众讲清楚嘞。礼拜四我就送上烟土，我就到县政府就拜托因的县政府政府单位主委不准核定，不准再给他申请这个杂项的这个执照。你要县总美就答应，所以讲佢不得不要把这个路线移到别的路线。所以讲，你学牛里面动会退出去个时间，所以产业让你可能要抬个凤雄来困起来，在玉里面正要成长的时候，有这样子一个案子存在，对他的未来绝对是一个很阴影、很大的隐忧，系吗？当然是一定会影响农民的了
不管是性侵也好啦哈，不管是提供的掠土地的假释，韩国养熊啊，整个有机休闲农场的一个推动哈，你政府一方面有希望因为农民啊做这个休闲专区，迄农民都配合你政府的政策，但是伊咧啊政府就有只重大建设，你当年了啊讲了田，因为就办来重大建设了咪对民众的好事情，但是用办咩来开只公听会，公会给选民啦哈，所以讲这个老大的心态哈，你要推田主委安了哈，要涨你就想涨价就涨价，然后你要做建设也不尊重地方的民意需求啊，这一点我想我本身系意见哈，啊民众的意见都会我有意见哈，来到政府来反映啦哈，你要我有见政府是强力的啊，已经做这个阻止的动作决议哈。主委，你那伫东风那边可能是摸不一个了哈。这一次的这个益丰线啊，我们是感觉到啊，这个台电公司啊，相当的不尊重地方人民的这个意见，没有把我们村民啊，这个放在眼里，等于强迫的方式要我们来接收。我想这个在民主时代啊，是相当不明智的一个方式。是，所以那我请教一下，刚刚台电代表也有说，那个路线会改变，也会做成从地面的改成到地下化。对，可是现在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东风是一个休闲农业区嘛，那你一个柱子打下去了，然后那个高压电线拉过去了，第一个破坏我们的景观嘛，因为花莲县有4大农业区，休闲农业区，我们东风就是其中一个，所以那假设啦，我们休闲农业区有人要开民宿。那高压电线从旁边过，那一般的这个游客，他愿意住在这个民宿吗？他一定不愿意嘛。所以我们观光的前期就摩天了，系吗？对，那我们的这些游客啦，或者我们其他对农产品的影响，也都会有影响。所以我们是非常的不愿意他从这边经过哈，也希望台电公司啊要高层啦哈，高层要慎重的考虑啊，慎重的考虑。好，非常感谢大家欣赏。其实安尼谈下来吼，就地道安尼用你提起东风提起甲民众对了解推田甲个压田，他无损害动作甲你哩，认为佢不应该安样清清彩彩都破坏，按旧事件来达标所春下来甲心知道。安尼毋过呢，也会来谈一下推田方面针对民众所提出来的建议，佢哋又嘛该回应到讲法，安尼来谈一下。这方面哈，我们台电一直有在跟当地哈保持一个沟通哈，那我们一直有这个诚意哈，要来跟当地的民众来谈哈。那我们也陆陆续续哈有提出了几种那个改线的这个方案哈，只是说到目前为止哈，大家都还没有共识啊。那这个我们就在持续哈，会在做这个协商。修改之后哈。我们有部分还是维持架空，那有部分我们是计划要改下地，那这个往南移依据目前的那个初步的规划它是已经移到快那个东风里的一个边界了那当然你说要完全都移到就是说看不到铁塔我讲这个在实务上是有它的困难。以目前的那个就能源科技那我想我们就比较成熟的大概就是风力发电了那以东部的那个地理环境跟它的并没有足够的一个风场所以它没有一个足够的一个条件可以来设立这个风力发电所以你在东部地区看不到任何这方面的一个设施嘛那至于在北部跟西部的海岸线就很容易可以看得到这个风力发电机所以目前还是用那种传统的方式用那种输电线路来做这个电力的一个供应。讲到那个用力甲东风所以安尼花莲南气味甲休闲农业甲为首休闲农业系咧下东西行甲产业问题会强调安尼甲真重，对那个高压田它个事情也有非常关系你下民众个意见有谈到，才共所改变个立场有系嘛改？我们的休闲农场是正式要起飞的时候，也是在我们这个有机米现在这个产区已经有了很好的一个成绩，那么。我们不但是结合了我们第1级产业、第2级产业，我们现在正要行销到第3级产业，所以在这个整个休闲的产业里面，包括观光民宿等等，这正是我们在这个区块里面要往前推的时候。因此，我们坚决的希望
台电一定要慎视这件事情，我们是拒绝有这件事情进入到我们玉里的天际线里面来。好，非常感谢。你问题有强高，你感念信上，民众跟镇长的担心是有理的嘛？我们一直讲绿生农业，我们要对友善环境要友善。那这样子的一个外在环境的破坏跟土壤之间，我们可以种出健康安全的农产品，这些之间的关联是存在的吗？东丰在这个地方已经做了这么久的有机农业，这样子，它已经从民国84年就做到现在。所以，如果在这里不管是走天上的那种高压电塔的方式，或者是埋设在地下的一个方式的话，基本上全部都把过去17年所照顾的土地给摧毁掉，因为会推翻过去的成绩。对，因为你要埋东西在底下，一定要把上面的土拿掉。我们耕田的时候，基本上只动得到大概30公分的土壤。但是你要挖管线跟埋这些东西，你要挖多深？挖了之后，这些表土原来都被破坏掉了。你说要很好的工法要来做这件事情，很难，真的是很难这样子。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是有很大一个不可逆的问题啦，就是说只要任何的工程经过这里，或者是穿过底下的话，所有的有机农业过去17年的操作都白费了。所以这个部分是一个问题。那如果说有任何更先进的包括像你要用那种浅蹲的方式从地底下这样一路挖过去啊，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去年过去日本311那个核灾发生的时候，大家对于电磁波跟辐射的事情越来越在意。这样的一个高压电塔过去的时候，在这里生产的有机米，是不是叫有机米？这也是另外一个问题啦。副处长呢？从农业的角度来看，现在我们一直在强调就是安全健康的自然农法，然后部分还没any人政府也恐啊惯性改。在这里借由这个节目唤醒我们台电单位在你们架设这个电塔之前是不是考虑到我们公有财景观，还有就是倾听我们民意，是把这个电塔设立在不是在山坡地的面，或者是在这个加强保卫地上不要在我们的这个农牧使用的土地上。第一个，景观破坏了；第二我们这个土地下滑，各位都可以体会得出来。我们相信我们台电应该检讨。所以不只是土壤会受到破坏我们刚刚副处长也提到，其实整个自然环境都会迁移动摆的。延续副处长我要请教你该警钟你为退两有利米，就是希望用产地来跟品牌相得益彰。我们提到玉米米，就想到好山好水的玉米；想到好山好水玉米，我们想到好吃的玉米米。这东西是缺一不可的。所以你看，有利个宽景又好了吗？是不是真的好山好水？就像刚刚明先生讲到的，你的所谓的有机是要真正符合它定义上的有机所以你个部分，你要养筹出你有利好山好水个宽景，就系你下其实退散那个品牌举出那个部分。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玉里米，我们除了是让人家知道我是好山好水，好的一个水质、米、土地、人民所种植出来的，那这个经过认证是一个品质的保证，所以这个环境，我们对于这个环境，对于这个土地，我们有一份使命跟这样的一个情感，因此认证跟环境的维护，这个是我们很宣誓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听说会做个事情其中我私底下有讲过要用玉米了解30个名其实就用阿妹个名用玉米所种出来米按照用玉米，个用玉米是个冻好是个喷像跳下讲到个，希望个用玉米才经过5年、10年、3万元达标过后，个米价做得很多1800元、200公斤200斤，做得很多1800元、1900元，个甚至要有的小农自产自销做出来好品质，它的通路已经达到全台湾省了，都有很多隐形的或者是显形的那种观众客户，都是需要是几条个米2包2公斤个米1包，做得卖到300元、400元。我想呢，了都会非常好个升级也是大家本单都会关心为起焦个焦点。或是见健康度了片，韩国快fon专门个200几回本，家乡亲朋友，跳下有冇讲到尾个还有意见想要讲出来个，针对个牛力米个品牌也好，牛力个好山好水，人把喊为继续用把喊那个农业制度，有嘛个困发到建议提本推动个内边的么？乡亲朋友抢卡手，唔是客气。好，了解先生。然后刚刚我们那个里长还有乡亲还有我们长官都说得很清楚了，就是最主要还是那个高压电塔的问题啦。这对我们整个东丰里的那个居民的，不管是心理层面，
还是实际上土地上的影响是蛮大的，尤其是心理层面呢。像我们那些乡亲，年纪比较大的都会担心，就说那个是不是影响到我的身体什么的？你想在那种场合，在那种情况下工作，你会有那个心情吗？你根本就那个也不会说很认真努力做事情，想好好顾民顾文，但都没心了。心理层面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不管是实际上说。你在科学理论上，到底电磁波对我们人体没影响？我想是占最大的心理因素啊，所以我们是坚决反对那个台电的电塔经过我们东峰休闲园区。好，感谢那个欣赏。我们在这边东峰，我们就已经在做休区的发展。对，那你电塔一进来，那个整个第一个就真的是景观的破坏。对，那在我们这边经营这么久的农民，对，然后第一个就是刚才。那先生说的，我们心理上的精神的压力，对，到底电磁波之前台电来说电磁波不会有影响，谁知道？那假设异地而处，换成你是本来就是从台北都会区下来的观光客也好，或者是来想买农特产品、买米的人也好，你看到高压电塔，你会直接联想到它对产品的品质是有影响的吗？一定会啊！我就是也是听到，就是说你光那个电塔洗电塔的水。你滴下来那水就有污染了，就流到泥土里种出来的作物。对，然后那个损失怎么办？那个只要一滴下去，那个就是毁了，那张田就是整张就是毁了，不是说只有这一次而已。对，那就是下一辈子的事情了。是下一辈子是消费者要吃就会怕，他当然不会买你的东西了，就不会完全不会考虑啊。对啊。好，谢谢这位小姐的忧心哈。好，还有国开放专门一个机会，还有向这边有到你来分享意见。好，了解小姐。因为我是觉得说米不是说只有我们好就好，要整个玉里镇的农民都好，这是我的观念呐。那也是应该也是镇长跟全体那个镇民都农民啦，都希望说整个米质要先提高，就要从我们基层做起，尤其是农民，尽量说能够提供说不要用化学肥，但是成本是比较高了。那么说成本高的时候，希望说。咱的厂商甲咱收的时阵会当较悬的理事长，对吧？好，所以呢，3个环节，农民、粮商、公部门，大家都要齐心协力。因为你要整个让玉里米提升的话，一定要从合理化施肥开始，而且真的就像那个咱的理事长、咱的迄个工会会长啦，哈，伊讲的就是我们。玉里种的米不要太多种，不要像你说10几种、20种，真的就是说要单一化，要单一化起来哈，然后一定要先培养农民，你要怎么种、怎么使用那个肥料，要合理化施肥，这样品质才会提升，才打得出去。好，谢谢这位小姐。像去甲讲话，你都发现哦，其实了下个农民哦，系动有水准、动有低息咧，希望像7块是咧走去哦，副处长。农民现在都有自觉了哟，他也知道推出好品质、要好民生，自己都肯愿意好好种。你看，让政府公部门走在田修方面，到你做最后一个结论。俗语说得好哈，吃饭皇帝大，这个饭是钢啊，人是铁哦，大家都要吃饭哦，但是身体要保健康。如果说啊，你吃的米饭啊是有农药残值的，请问在座的各位，你吃得出健康吗？好，感谢副处长、晋总。对下农民也讲到，记得非常有心，也非常期待安尼用米个品牌。不过记得也讲咧，记得希望得到汉卡多个田修，无论系教育训练也好，技术上的、知识层面上的，都可以得到更多的协力。两方面，仅供说我们注每个结论。现在有一个农法叫做绿色农法，也就是我们不撒农药，我们也不做化学肥。我们就是用堆肥的方式，我们用生物剂量的这个方式来做出来的是完全没有毒的，完全是所有现代人最合乎养生的，而且这个东西对于我们的土地才能够永远永续，对我们世世代代的子孙这块土地的传承很重要。所以我们给我们自己定一个很高的目标，我们知道这个目标它很难，但是我们希望我们所有的农友大家共同来努力这个区块。那这个地方呢，也是希望将来我们的嘉诚这边呢来协助我们。因此呢，我也在这边做一个宣示，玉里米希望未来朝着一个绿色的方向来走，也是我们跟其他品牌的米跟这个其他品牌米来说有一个不同的亮点，也是我们一个区隔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好，非常感谢晋总，我们来演习上还有做其他嘅补充的吗？我觉得玉里米其实不只是一个在地的一个认证，它其实是一个运动。
好，它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事情。在玉里米发展的过程当中，你会看到那个标章，可是那个不只是一个标章，那背后还有包括我们怎么样去维护一个有机的产区的完整性，好，不被因为在经济挂帅的时代，就是任由一个电塔的穿过这样子。那我们也在玉里米的标章里面，不只是让生产过程是安全的是有机的，而是让它的层次是更好的。好，就是让你的消费者知道你用什么样的肥料，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耕作这些东西。所以其实在县政府跟镇公所的协力之下，其实玉里镇有一个很好的基础，可以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其实在这个操作里面可以更进一步，就是像刚才镇长提到，就是往上再来做一个提升的部分。那当然这个部分呢，也会有未来啊，也会需要借助到大家各个大家其实都是领头羊啊，在这个部分其实是台湾做这样子的一个友善农业的一个领头羊。我们不只期许是我们在玉里镇出面，而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让我们占2.2%多的一个台湾的农地里面，可以开创出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操作这样子。好，非常感谢严先生严先生佢講了冇錯玉里要全台灣生產量最大嘅面積、最量最多嘅米，能擺喺呢個路，唔是嗰本掠到所生出來嘅好米，盡就係便宜嘅品牌、便宜嘅位所生產出來嘅。因為呢要即個用阿美嘅名額所按名嘅玉里米按個品牌，當然你看到呢玉里嘅鄉親，還有提子性嘅農民，真經係非常按達標。大家人對住即個想法，大家人也唔單淨為種，也為上為對口即個來賣，喺下啲還要結合公部門嘅力量。就希望呢嚟下台灣，用細細嘅台灣島種出來米係最好嘅，消費者是都空氣，賣家人也有利潤，用產業循環，就對帶來呢台灣經濟農業嘅永續發展咯。今日出面大會非常分析到呢度呢個花蓮嘅玉里鎮，向我哋探討呢種菜田農業後面嘅享受哦。也非常感謝鄉親朋友嘅收看，感謝呢個客家鄉親還有農民都嚟參加，也希望大家唔好唔記得咯，還有而家禮拜重陽事件，還有收看呢個出面大會，感謝大家，謝幕。